小哥，快救救我呀！他们都是强盗，抢了我的客栈，还把我绑在此处啊！关老爷呀，你们得为小民做主啊！这人是一强盗，欲把我绑于此地，抢我的客栈的。什么人出来？将他拿下！你们的主子真是越来越没有出息，开黑店打埋伏，简直侮辱他祖上的英名。过了今日，如果还有命，回去劝告你们的主子，如若再向鼠辈行事，将来方某肯定回礼奉上。站在那儿干嘛？师傅，昨夜客栈的那些人是不是北府军？是。竟然能撕掉北府军，说明这个人一定不一般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上元节刺杀您的是不是也是他？他是我的旧相识，有些私怨。但不必忧虑，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。对了，巡查铺子的事情不必急于一时。既然你已经开始办差了，多的是历练的机会。只要你不再有刺杀陛下之心，就留在疾风馆吧。他们明显是冲你而来，日后出入要小心，处理下伤口。知道了，师傅。